第88篇，物與狼共舞。路加福音23章8至9節，希律看見耶穌就很歡喜，因為聽見過他的事，久已想要見他，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蹟，於是問他許多的話，耶穌卻一言不答。經文所提到嘅係耶穌被捉拿之後，正喺度受審判嘅情況。而希律王喺呢個時候忽然熱心起嚟，並且要求主動介入耶穌嘅審判。點解希律王要求介入呢？其實關於耶穌嘅事蹟一直都發生喺希律王管轄嘅範圍。佢本嚟好早就應該主動介入去了解，點解要等到今日呢？理由好簡單，佢顧全自己嘅利益，唔想惹麻煩。希律王清楚知道耶穌係受好多人尊重嘅老師，但係就唔被宗教領袖所接受。佢亦都清楚知道呢啲宗教領袖嘅態度係一種政治迫害，所以佢唔願意介入，因為佢唔想惹麻煩，唔想夾喺民眾嘅爭議入面。既然係咁，點解而家主動要求介入呢？因為而家耶穌被捉拿咗，而且民意亦都十分清楚，就係要除掉耶穌。於是佢選擇喺呢個時候企返出嚟，表示佢係同民眾企埋一齊嘅，亦都關心佢哋所關心嘅事。仲有，因為過去佢聽咗好多關於耶穌嘅事，但係就從未見過耶穌本人，因此出於好奇心就主動要求介入呢個審判。耶穌知唔知道呢？佢當然係非常清楚。為此經文咁樣表達，希律看見耶穌就很歡喜，因為聽見過他的事，久已想要見他，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蹟，於是問他許多的話，耶穌卻一言不答。耶穌一言不答，呢個正正表明咗佢嘅態度，佢唔想與狼共舞。對我哋嘅提醒係，如果人哋對你表示關心或者有所要求，你一定要察言觀色。如果發覺對方動機不良，或者想陷你於不義，就應當嚴正拒絕，以免跌落惡人嘅陷阱入面。